今日台北下海城隍庙参宾间团体合作，将视障者去设猪化鸡翅啊，马上一寡好食好用的物件，互视障者欢喜好过年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一起来！小提琴伴奏做伙唱新年歌，16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庙埕盖老节，庙方参宾间团体招一群视障者来吃，听音乐、设鸡啊，有食阁有掠。庙方管理人陈文文表示，这个活动逐年拢办，到今已经20多年。目睭今日就去买落假啊！这目睭无看，唔是更加假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跟店家说，先有一个 promise， 说如果有来，麻烦卖提假哦。啊，如果有来，甲请加高量的。一个职工手牵一个视障朋友，同在伫人客人的特化街，感受年节气氛。这对视障者来讲，嘛是难得的享受。因为能够感受到那个，因为我们视障朋友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来迪化街啊，就是有志工啊，有朋友跟我们来，我们就来了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在那边走一走啊，然后逛牛大街都他都会给我们吃啊，吃到好高兴。鸡仔细刷，城隍庙嘛甲大稻埕商家合作，送一袋好食好用的物仔，互视障朋友早登去处理，欢喜过好年。记者林思谢桂林台北报道。